大家好，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 Facebook 直播。咁啊，頭先咧問咗你第一條問題就係聽晚嘅第7場啦，跑馬地銀屏，你哋睇到邊一匹馬機會呢？如果大家有心水或者有馬想問，歡迎喺個問答欄嗰度留言俾我，揀完馬之後會同你哋逐一解答啦。咁啊，照舊啦，今晚呢條片咧會 upload 上去我嘅 YouTube 頻道，大家睇唔到直播記得啦，留意翻我嘅重播同埋撳翻個訂閱掣支持翻我。同大家講聲先啊，我今日咧 update 咗我個即係 Facebook 個專業小幫手啦。我發覺咧 iPhone 嘅用戶咧喺我嘅專業咧係睇唔到我即係聽晚個 tips 卡咧 pop up 出嚟嘅。咁但係 Android 機咧我試過又冇問題喎。大家如果真係睇唔到的話咧，可以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入去我嘅專頁啦，入去相片嗰度揀翻咧3月22號嗰個相片咧，大家就會睇得到噶啦。咁講咗咁耐啦，講翻聽晚嘅賽事啦，將會喺谷草嘅斯蘭斯加3跑道舉行。上次用呢條跑道咧就2月15號當晚有兩隻馬咧就係中段放妖贏馬啦，分別係隻麒麟榮同埋隻英明神駒，其餘嘅馬全部都係跟前攞得到嘅。今次揀馬咧唔好拗頸啦，都係揀翻啲跟前走馬匹嘅實力。好啦，今次我推介咧嚟自第5場3班1200米，我中意嘅係8號深慷慨。咁你睇翻呢匹馬咧，香港暫時跑6場啦。雖然你話未贏馬，但係都攞到2個亞軍啦，1個季軍同埋1個殿軍嘅成績。你睇下陣上咧，經常咧留後又唔知點解慢下閘轉彎飛咗出去入到直路又俾馬夾一夾咧，經常啲際遇咧就唔係話太好。所以咧上一場試下去啲谷草，即係遇啲弱啲嘅對手，睇下有冇機會開齋啦。田泰安跑得好有心機嗰場跑2檔起步咧。貼欄慳咗位啦，跟住嘅星光大師差唔多轉彎咧，未入直路之前，佢 feel 到嗰隻星光大師好似唔係好上咧，佢驚隻馬咧越褪越後於是就移咗出去2碟3位望空跑，入到直路率先突圍啦，冷不防咧嗰隻少少慢閘嘅大型來幾步咧就趕過咗佢，但係呢個第2名我覺得都唔錯今次咧收到3檔起步啦，你望翻呢場有隻咩馬快咧？摩連奴啦、華美之寶啦、問鼎高峰都有機會快，預計咧呢隻深慷慨跑3檔，會守喺個4-5位嘅2碟啦，好彩貼埋欄啦。如果做得到的話，呢場啲對手唔係好強咧，我相信咧佢有機會可以贏馬。我琴晚仲 check 多咗一點大家都覺得今季咧葉楚航馬房啲大熱門成績麻麻地啦，係今季咧50% 入位嘅啫，有50% 係輸嘅。但係呢隻深慷慨咧曾經試過2次做大熱門咧，攞到1個亞軍1個季軍，證明呢隻馬咧即係如果大熱門大家都可以放心嘅。揀做馬膽，配腳留意翻3匹啦，先揀隻1號嘅曾先生啦。你睇佢啲健康問題咧都幾長左前蹄啦、右前蹄啦、右後腿咧都曾經試過受傷嘅。4月嗰場啦，泥地咧跑到拉停賽後就發現咧右後腿不良於行，同埋呢個骨盤骨裂馬房咧就安排休息啦，休息咗8個月先上陣。但係你睇翻佢今季整體跑嗰啲路程咧，泥地1200谷草1650沙田1200、1400全部都唔係佢嘅合腳法路程。今次咧減夠分啦，落3班即刻安排翻谷草1200米上陣，仲要用潘頓咧。雖然你話上次斯蘭斯加3跑道唔係好利後追啦，但係呢隻馬本身有班底排個檔位亦都唔錯咧。預計佢守到一個7-8位嘅2碟位置啦，睇下直路有冇得衝啦。我希望咧佢憑個班底有機會可以跑入一隻冷腳嘅，配腳拖埋佢，再加12號嘅問鼎高峰，都係好少數咧高柏新馬房嗰啲馬可以今季初出即刻有咁好嘅表現啦，跑5次攞到2冠2季啦，1個第4名，贏嗰2場，一場咧好彩跑9檔8檔嗰隻勁兔王咧出閘快啦，啜一聲埋咗欄。呢隻問鼎高峰咧跑9檔跟埋個攝入去，好早咧就可以克服到個劣檔啦，入到直路趕過隻勁兔王咧一啲都唔難啦。再出嗰場加個羊毛面箍，唔知咩玩法，但係照贏嘅。沿途貼欄慳位，入到直路咧移出去望空，趕過隻線路神驅啦。今次上3班跑，雖然你話對手唔同咗，但係減16磅，仲要用雷神咧。雖然你話12檔麻麻地，但係咧你見雷神騎嗰啲咩自由運嗰啲咩線路神驅咧，可以好快克服到個不利嘅檔位嘅。希望咧呢隻問鼎高峰喺佢胯下咧都可以克服到12檔啦。配腳拖埋佢，再揀咧就揀埋2號嘅摩連奴。質素係咁上下，評分亦都差唔多啦。但係今季喺呢個路程咧，輸俾隻星光大師啦，亦都曾經輸過俾隻海翡翠。呢隻馬單一跑法嘅，
自己放頭係最好。今場咧頭先講過嗱，華美之寶同隻問鼎高峰咧，你就算擺到前面走，個前速都唔會夠佢快嘅。呢隻摩連奴排一檔起步咧，一出閘只要佢唔係慢閘咧，佢自己放頭，我相信可以跑到一個唔錯嘅名次。咁配腳拖埋佢呢場提供啊！呢隻8號深巷角做膽，腳拖1號真先生，12號嘅問鼎高峰同埋呢隻2號嘅摩連奴。好啦，問馬時間。頭先咧就有人問隻4000金，我自己就 check 過啦。啱啱嗰場跑即係1200米啦，沿途貼欄慳位入到直路，雖然你話飛出咗少少啦，追個第5名翻嚟，我覺得均速少少啊。雖然我覺得今次咧個檔位其實好過上次少少啦，但係個形勢上面佢有冇機會貼到欄走呢？嗱，呢場呢，隻你知我心會快啦，自由無敵有機會快，愛寶會快呢。佢爬6檔，我相信佢頂晒籠呢，有機會就喺個2碟嗰度。咁所以我今次呢，就冇揀到呢匹4000金嘅。咁就另外有人睇先，睇仲有問先啊。問你啊，第一場啊，有咩心水點買會好啲喎？第一場我自己中意嗰隻皇帝誥令啦，你睇翻佢佢曾經喺呢個路程沿途即係1200米啦，嗰場追過第3名呢，其實都唔錯啊。其後呢，跑咗幾場，唔係話塞車呢，就係比較前望空少少啦。今次去谷草跑，雖然你話過往即係第一次跑呢個路程啦，但係既然佢田草1400米可以追得咁近呢，谷草1路50米都啱嘅。呢場有啲咩馬會走呢？通勝啦、非凡者啦，甚至乎隻我是高手會跑呢。佢係啊，早段會落後啲啊，可能喺個700位嗰度，睇下直路呢有冇得追啦。蘇偉賢馬房即係近期個成績比較立咗少少啦，但係我覺得呢隻馬呢個狀態都係 keep 得穩定嘅，咁所以我今次就揀咗佢。至於你話點樣買法，我自己嗱呢場其實唔係話太有重心啦，你可以試下皇帝誥令做膽啦，跟住腳拖幾隻馬買連贏位呢，祝你好運啦！睇下仲有冇人問先嚇。咁啊，頭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就係聽晚嘅跑馬地銀屏咧，你大家睇邊一匹馬嘅機會啦？我自己咧就揀咗隻中環大地嘅。你睇佢雖然你話1月杯嗰場咧跑啱晒都輸俾隻活力歡騰啦，但係始終呢隻馬咧今季嘅狀態都係好 fit 啊！今次你話佢排個2檔起步咧，我覺得佢有機會可以爭咧收復前勢係有機會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中意佢。睇下先啊，第8場5號、12號單 Q。5號嗰隻爪王烈焰呢，嗱其實佢近幾場啦，有一場就貼欄轉彎摩西過紅海贏嗰隻實業風采啦，但係佢亦都試過咧沿途走外碟咧都衝得近嘅。啱啱嗰場點樣跑呢？頭嗰3段咧嗰隻快樂寶會辣得急呢，就比標準時間快1秒7嘅，佢都可以追到追到翻嚟呢，跑一個唔錯嘅名次。今次我相信呢，呢個馬房始終贏完要格殺啊！上一場你話追近少少啦，但係你望翻呢，我修正翻啦，佢差唔多呢，前面快樂寶嗰啲馬好搶啦，去到中段嘅時候，其實有一紮馬呢就褪嘅。你睇翻華美之寶啦、進協精英啦，同埋隻日威夜威呢，佢蹦咗個中間位嗰度，3隻就喺度並排，後邊有啲馬呢，咩珍珠王啊、爪王烈焰就嗌晒救命啊！因為佢有埲牆喺度，除非你4碟可以趕過佢啦，但係你跑馬唔會咁跑噶嘛。等佢褪晒咧，先慢慢攞位上嚟，已經掹到份啦。到最後追得近呢，我相信佢今次如果再冇啲咁嘅無啦啦中間有埲牆或一齊褪的話呢，今場保中機會好大嘅。咁所以我揀咗佢。主力艦贏馬嗰場咧，雖然你話莫雷拉一步不蝕啦，但係佢之前嗰場跑沙田咧嗰個水準都唔錯嘅。今次我相信咧繼續跑翻1650米，雖然你話用阿田泰安啦，但係執個黃金一檔咧，死霸住條欄，其實入到直路，我相信佢都會跑得一啲好啲嘅名次嘅。咁所以今次要拖埋佢。有人問隻馬上發財可唔可以衛冕喎？嗱，睇部署睇操練咧，就步住呢場去做嘅。咁你話佢本身跑谷草咧，當然就好標青啦。佢1月杯嗰場，雖然你話佢輸咗，但係始終咧今季田草贏過莎莎富力銀袋啦，其後就去跑香港杯啦。咁對住啲咁強嘅對手輸咧，搏完一劑咁勁去跑1月杯咧，輸我亦都覺得可以接受嘅。今次跑翻叫唞夠啦，再跑翻佢耍家嘅1800米，係擔心咧12檔佢擺唔擺到喺前面走啊？你擺得到咧，我相信今次都會喺翻度。但係我始終都係中意隻中環大地多啲。有人問隻
包裝騎士點睇喎？嗱，勁啦，當然上場1650米都可以即係贏到馬，兼捧埋個跑馬地百萬挑戰杯啦。但係佢經常咧有啲馬同佢燒咧都輸唔斷嘅，一隻好好鬥心嘅馬。今次有10檔咧，預計佢早段會同隻馬上發財一齊埋啦。但係你話個步速會唔會扯快咗咧？我相信都有少少機會嘅。再加上我自己 check 過啦，跑完嗰啲百萬挑戰杯再出嗰場嘅馬咧，成績比較一般啊。所以今次呢隻馬我頂晒籠咧，拖佢做腳穩陣啲。頭先啊，2場1號線路神區當然好啦，呢隻馬你睇翻佢咧，跑1200米雷神啦，嗱減夠分即刻雷神，但係可惜咧2鋪都抽外檔。咁啊，結果咧早段貼欄咧，雖然好快克服到個外檔啦，但係都用多咗力㗎。到最後跑個位置翻嚟，叫我交代唔到啦。啱啱嗰場咧，用阿何澤堯，其實佢點樣跑咧，都即係擺喺前面走，啲馬都係搶得急啦。同隻按得贏一齊放咧，你睇翻個嗰個時間咧，都係搶得急啲啊。臨尾褪係可以理解嘅，始終咧喺谷草跑得好嘅馬，有陣時喺田草咧對啲對手強啲咧，跑錯少少就會即係跑得蝕底一啲噶啦。今次去翻谷草跑啦，好彩啦，繼續莫雷拉肯騎抽2檔1000米，我自己就唔驚啊！嗱，我自己覺得有啲咩馬會走咧呢場？嗰隻富萬家退出咗啦，我預計咧得隻際越高峰咧有機會自己去走啊！咁佢而家少咗隻富萬家一齊去搶咧。呢隻線路神區有機會拍住隻際越高峰一齊走咧，入到直路，我相信佢有機會憑佢本身嘅級數咧贏翻場馬嘅。莫雷拉本身都即係冇放手啦，我覺得呢場都機會嚟㗎啦。一場係黃龍寶區咧8歲馬啦，都搏咗咁多鋪，成日你話跑近，但係近而無威脅嘅呢啲馬，我自己放棄啦。睇下先嚇，5場8號深慷慨，頭先都解釋咗啦。上一場咧，谷草都貼欄慳位，田泰安好心機跑咧，都輸少少啦。今次對手都冇上次咁強咧，我相信有機會保中啦。同埋呢隻馬本身大熱門係唔驚嘅，受得住壓力嘅，所以我就揀咗佢。睇下先啊，應該大致上就差唔多啦。今次分享時間差唔多，星期5啊，再同大家講下星期日嘅推介啦。另外咧，今晚8點半啊，我會喺另一個 channel 咧會做 Facebook Live 嘅，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多謝大家支持，拜拜。大家好，如果想知道我更多嘅動態咧，歡迎撳翻個訂閱掣支持我啦。